各位觀眾大家好，今日為大家帶來重磅分析。瘋狂暴走一整年，白銀發起年底最後衝刺。周三亞洲交易時段，白銀首次站上66美元安士，日內連破兩道關口。其中，現貨白銀大升一度超4%，突破66美元安士，續創歷史新高。X 白銀期貨一度大升超5%，峰值最高達66.5美元安士。這個消息對市場影響重大，讓我們深入分析。首先，我們來看關鍵數據。現貨黃金也重拾升勢，但力度遠不及白銀的強勁。目前現貨黃金微升約0.7%，報4335美元安士。今年押金，白銀成為全球資產中的大黑馬，以約127%的年內升幅強勢領先。表現不俗的黃金則以65%升幅稍稍遜色。避險需求和工業剛需日前，因疲軟的美國經濟數據、貴金屬等避險資產的需求再度猛增，這些數字背後的含義非常重要。接下來分析背後的原因。11月美國非農就業人數增長6.4萬，高於此前預期的5萬，但此前10月份裁員10.5萬人。10月份零售銷售額還比持平，而此前預期將穩步增長0.1%。與此同時，標普全球採購經理人指數 PMI 初值為53.0，較11月份的54.2大幅下降。就業增長但失業率猛升，矛盾的非農數據強化了市場對美聯儲的降息預期，這反映了深層次的問題。第三點，我們關注市場影響。隨着降息預期讓美元走軟，大量資金湧入避險資產，進而推動金銀價格上升。那麼，白銀為何要比黃金升勢更為兇猛？與黃金相比，白銀最大的不同在於其突出的工業屬性。近年來，白銀的工業需求佔比長期維持在50%左右，在主要金屬品種中位居前列。工業剛需成為本輪白銀牛市行情最穩固的支撐。這對投資者意味着什麼？第四，讓我們看看風險因素。而牛津經濟研究院此前則指出，光伏產業約17%的年複合增長率，電動汽車產業約13%的年複合增長率，以及數據中心的爆發式擴張，正在形成拉動白銀需求的三大核心力量。白銀牛市能否繼續？白銀價格猶如脫韁野馬，背後是供需失衡、美聯儲降息與全球大量資金湧入共振的結果。今年早些時候，美國政府將白銀列為關鍵金屬，進一步提升了白銀的吸引力。而由於需求不斷增長，市場預計2026年白銀供應將繼續短缺，需要特別注意這些變化。最後總結關鍵要點，摩根士丹利表示，白銀的投資需求或將持續佔據主導地位，庫存處於低位的情況下，現貨市場存在出現逼倉行情的可能性。Newmelt Bank Commodities 研究主管 Kunal Shush 也表示，白銀市場出現嚴重逼空，短期內看向70美元。白銀市場出現了嚴重的空頭擠壓，在美國將銀列入關鍵礦產清單後，我們沒有看到供應方面做出應有的反應。每個計劃進入數據中心、人工智能領域的國家都需要更多的白銀，這是我們需要密切關注的。按下面訂閱按鈕，追蹤我哋更多投資資訊。有你哋嘅 like 和訂閱，會鼓勵我哋製作更多內容。免責聲明：內容並非投資意見，亦不構成任何投資產品之要約招攬或建議。即刻上 SL886.com 啦！